国占领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实行现代奴隶制度，维吾尔青年以异地就业名义下被驱逐到中国内地省份。浙江苏宁县一家国有企业负责人表示，433名维吾尔青年人从伊犁州察布扎尔县被送往该县的农业领域就业。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赛伊德·图姆托尔克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发表讲话，并介绍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情况。一名逃离中国集中营并在哈萨克斯坦避难的哈萨克族活动人士纳戈什巴伊·艾斯米尔扎死亡。据哈萨克新闻网报道，新中国人士起诉阿塔尤尔特人权组织主席塞利科江以后，艾斯米尔扎也被法院召唤，他在法院走廊上突发心脏病死亡。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向两国的军用飞机开放领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叶夫批准了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领空将被两国军用飞机使用的协议，该协议在政府的明报上发布。星期二，犹太定居者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旧城占领了属于哈拉比家族的巴勒斯坦人家园。一名马鞍记者说，犹太定居者袭击了哈拉比家庭，那里有一对巴勒斯坦老人，当时正在外面买杂货，这对夫妇抵达时被定居者抛弃了。乌克兰外长帕维尔·克里姆金声称，属于乌克兰各部和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网站每40秒一次受到由俄罗斯组织的网络攻击。俄罗斯曾被指责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一次投票将在3月31日举行。